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这个海外机构对咱们楼市的一个判断和观点。高盛中国他说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现企稳迹象。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金进在4月16日一场机构对话中指出，已经看到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企稳迹象，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无论是房价还是土地拍卖活动最近都表现得相当强劲，预期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获得更多支持。这个高盛他认为这个一线城市已经企稳了，你也不能说他说的不对这一线城市企稳了，但是有什么意义？跟韭菜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今天这个沪市房地产板块有所反弹，港股这个内房股价还涨了不少。当然了，按照惯例一定是有小作文在这个小道消息在疯传。具体是什么小道消息我也不太清楚大家自己在网上去看。这个小道消息内容都不重要，只要房地产股票不退市只要房地产还在，它这个小道消息隔一段时间它就出来一次，对吧？隔一段时间它就出来一个什么救市什么新政，毕竟还没死嘛，还没死就要救然后这个什么路边社彭博社，对吧？这个小道消息就不停的往出放小作文，小作文这一出，那个房地产股票就弹一下，弹个2天，然后就自由落体，落得差不多了又来弹，周而复始，对吧？这3年来房地产板块就这么个走势，大家可以去看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说他还能出什么招呢？还有什么这个大招狠招惊世骇俗的招出来没有？咱们网友说如果出一个政策，出一个红头文件，楼市就止跌了，那不能说明别的问题，那就只能说明你这个政策出晚了。既然有这样的招，为什么不早出为什么等那些很多韭菜都已经破产了，按揭贷款还不上，房子已经被法院拍卖了，妻离子散的，你这个时候再出政策，你这个是何居心对吧？你政策这么管用，你这个时候再出，非要等这个韭菜破产了你再出，是不是这道理？我们看这个中国经营报今天有篇报道，也是讲的一季度这个一线城市这个楼市情况，这个正好恐怕跟这个高盛有某些呼应。这个中国经营报他这么说的，他说一季度楼市分化延续，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实现4连涨。高盛说一线城市出现企稳，中国经营报说一线城市新房价格4连涨。他这么说的他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在政策持续发力和供需结构调整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止跌回稳阶段性特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行业整体仍面临开发投资下行、城市分化加剧等挑战，但销售端跌幅收窄，热点城市房价企稳，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提升等积极信号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中国经营报记者观察到，与此同时，4月以来市场热度已出现回落，市场回暖基础尚不牢固。业内人士提醒，地方政府仍需因城施策，城市分化延续。一季度城市之间楼市分化持续加深，上海、杭州、深圳等热点城市新房及二手房价格领涨，成都、南京等新一线城市成交量显著回升。这些城市凭借人口流入、政策支持和积累的改善需求，成为本轮复苏的排头兵。而3、4线城市同质化竞争、人口外流制约仍处于筑底阶段。从房价表现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增至24个，较2月增加6个这个数字咱们昨天都介绍过了，统计局的数字这里就不多讲了。咱们说这个专家什么意见这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称二手房市场的小阳春源于购房者加速入市的心态变化。安居客数据显示，3月线上二手房找房人数占比达71%，成交周期缩短，在价市场回落，显示市场信心逐步修复。此外，他认为卖旧买新置换链条的打通，以及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推进，进一步激活了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这个所谓的小阳春什么原因？咱们在昨天节目也介绍了，这个跟学区房有很大的关系。年年3月份、4月份都是二手房交易的小阳春，因为这个小孩上学这个报资料好像就是5月份截止最晚到5月。那你在这之前必须房子要过户，户口要迁过来，一切手续要办妥当，那就要求你这房子必须在4月之前或者4月份必须要搞定这就是所谓的小阳春的这个叫基层逻辑。销售端企稳回升的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仍在持续负增长这又是国家统计局的
数字啊，咱就不说了。他说，当前房企投资信心仍处在低位，开发端回暖滞后于销售端，施工面积收缩反映出房企对非核心城市的项目持谨慎态度，资金更多向重点城市和优质项目倾斜。这一趋势在土地市场集中显现。一季度300城住宅用地出让金同比增长 26.5%， 一二线城市土地成交楼面价分别上涨 56% 和 15%。 土地市场热度向重点城市集中，开发商拿地策略转向精准聚焦，推动新开工意愿边际提升。土地市场分化与好房子项目密切相关，重点城市通过优化土地出让模式，提高住宅设计标准，吸引开发商补库存，从而带动新开工意愿提升。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3% 和 2.1%， 跌幅较2024年明显收窄。这个数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一季度啊跟去年一季度相比，这个销售面积下降 3%， 也就是房子卖少了，但是销售金额下降 2.1%。 你这么一看的话，你发现这个销售的金额下降速度没有这个销售面积下降速度快，那也意味着啊，就是新房的房价还涨了。如果新房房价下降，销售面积也下降，那两个下降，那会导致你的销售额下降更快。实际上它销售额下降很慢，那就说明房价涨，所以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啊。怎么会导致房价涨？实际上这就是数字的奥秘。他的文章说啊，值得注意的是，销售金额跌幅小于面积，反映出中心区及改善性房源占比提升。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是豪宅卖多了，现在成交主流是豪宅，也就是改善性。这个专家说啊，这一变化标志着开发商以价换量的策略在退潮，当前市场更依赖高品质项目支撑价格，中心城区和改善型房源占比上升，带动整体均价结构性上行。专家说啊，供给侧改革是行业转型关键，好房子项目不仅满足改善型需求，更通过产品创新倒逼市场升级，未来将成为房企竞争的主战场。显然啊，这个主战场不包含韭菜了，这是改善型了嘛。这文章说啊，值得注意的是，3月小阳春行情主要由春节后需求集中释放驱动，但4月以来市场热度已现回落，就是他承认了4月份热度回落了。安居客数据显示，3月下半月百城二手房找房热度指数同比下跌 7.2%， 若后续缺乏政策加码，2季度量价表现或弱于3月。对此，张波认为啊，当前市场回暖基础尚不牢固，若政策真空期延长，部分城市可能出现倒春寒，建议地方政府因城施策，进一步优化限购、信贷等工具。简单点说啊，就是药不能停，药一停啊，这个毛病就要犯。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指出啊，说4月初美国出台对等关税政策，关税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出口承压背景下，扩内需成为我国提振经济的第一要务。预计2季度宏观政策力度有望加大，货币政策或加快放松，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而房地产作为内需重中之重，稳地产重要性提升，此前部署的各项楼市支持政策也有望加快落实。2季度随着房地产供需两端政策加快落实，叠加好房子项目供给增加，他预计啊，核心城市市场将继续修复，同时近期土地市场修复也将对投资开工修复形成一定支撑。据悉，4月中下旬，北京、广州、杭州、成都等地均有优质地块待出让，土地市场升温有助于提振居民置业信心，并对房价形成一定支撑。这个专家他也认为啊，核心城市市场继续修复，然后又说这个土地市场修复啊，这形成一定支撑，什么意思呢？就专家他也认为啊，即便是一线城市、核心城市，你现在说企稳，似乎也是基础不牢啊。这个是中国经营报啊他的一些观点。虽然新房价格实现4连涨，但是这个一线城市你要说它企稳，还要言之尚早，基础还不牢，还需要出台新的政策来巩固。这个说法我觉得相对还比较客观吧。那我们再看看专家的说法啊，这个经济学家马光远他认为啊，这个咱们的房地产止跌回稳到了最后1公里，就是最关键的时候。大家看视频啊，房地产究竟有没有回暖？我们来看一下1季度的数据。1季度数据里边，其实我最关注的仍然是房地产。我认为中国经济今年能不能完成 5% 的目标，稳住房地产特别重要。房地产的主要指标止跌特别重要。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些主要指标究竟有没有止跌。第一个，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 9.9个百分点。
那相对于1、2月份这个降幅又扩大了。第二个，房地产的销售，房地产的销售，无论是销售额还是销售面积，虽然降幅已经收窄到2%、3%，相对于去年12%、17%两位数的降幅，却是大大的收窄，但是毕竟还在下降。我们看这个住房施工面积，那这个降幅9.5%，仍然接近两位数。新房开工面积的降幅仍然超过20%，那竣工面积的跌幅仍然超过14%。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待收面积也在下降，就是库存也在下降。那么如果再看价格的话，70个大中城市房价的数据来看，3月份新房环比上涨的城市数达到了24个，应该说是这个阶段的一个新高。二手房的上涨的城市数超过了10个。那么由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第一个，回暖的趋势比较明显，也就是相对于过去的指标，大量的指标都在回暖，都在好转，而且是降幅大大的收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说明去年年底以来的我们出台的一系列的稳房地产的举措是见效的。但是同时大家要记住，我们今年的目标叫止跌回稳。什么叫止跌回稳？我认为从指标来讲应该是有2个层面。第一个是主要指标止跌，你比如说房地产开发投资啊，房地产的销售啊，不能再往下降了，止跌。第二个是价格止跌。其实对于房地产而言，众所周知，如果价格的下跌止不住，那么整个预期就很难改变。所以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说尽管房地产的销售啊、库存啊等等好转的迹象比较明显，但是毕竟仍然是负的增长，这说明房地产到现在没有实现止跌回稳没有实现止跌回稳。我们尽管看到一些热点的2线城市交易量很大，整个市场的热度慢慢在上升，但是房地产整体的温度仍然低于正常温度，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下一步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战，那我们的重中之重是仍然要稳住房地产。我建议我们在房地产政策层面把我们储备的一些政策给拿出来了，包括降息，包括降低房贷的利率，包括可以继续想办法降低首付，比如说2套房的首付，我觉得所有的可以跟1套房一样，甚至2套房的首付比例应该比1套房还要低，把2套房的房贷利率也降下来。因为利率的下降从目前来讲是中国金融政策的一个趋势，可以往下降。包括我们看到房地产开发投资仍然在往下降，说明什么？说明供给端的这种预期还是没有改变，接近2位数的下滑，这说明是没见底。所以在这个开发商的资金问题、市场的风险问题、保价房问题上还要下更大的力气。2季度是中美真正的决战的时刻，决战的关键在哪里？就是一定要把中国的房地产稳住。房地产既是大投资，也是大消费，更是金融稳定的关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在房地产层面可以拿出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推动房地产尽快的。马冠元老师他根据这个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啊，他对这个房地产现状进行解读。他认为房地产止跌回稳到了最后1公里。但是我印象中啊，我记得去年9月份、10月份、11月份，好像马冠元老师他已经说这个中国楼市已经稳了。我记得我当时还做过节目，说中国楼市稳了，那我们要往后看看是马冠元老师说的对还是说的不对。这我有印象啊，这个我印象不是太深，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冠元老师今天又说啊，这个到了最后1公里，这最后1公里一般的都是最关键的时候啊，最后一哆嗦。统计局的数字没什么说的，对吧？其实也没必要怀疑，你把里面道理搞清楚了，你发现恐怕它数字还这个值得信任。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我老拿那个马云、马化腾举例子。马冠元老师他说这个统计局数字，这个1线城市，对吧？房价怎么涨，交易上去了，这个恐怕也是事实啊。但问题是，就像这个马云、马化腾他们的收入又增长了，对吧？他收入实现了50%的增长，然后我们韭菜跟他一平均，我们韭菜收入也增长了，这没毛病吧？韭菜人均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吗？但是你回家把那个存折打开一看，把银行账户打开一看，还是原样没动，再把股票账户打开一看，还赔了，再跟着中介提供的价格房价，把自己的房子一算，房子又缩水了。其实韭菜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对吧？统计局说咱们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6%，我相信很多韭菜又感到失望了，又感到焦虑，感觉自己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社会，拖累后腿拖累社会你没涨嘛？如果你的收入真涨了，那你要为国做贡献了，你是正向的拉动。结果我们大多的韭菜一看，咱们都是在拖后腿，拖了马云、马化腾的后腿，不就这个意思？你看看最近从这半年来吧，我们天天看到的新闻都是上海的豪宅日光，现在都是对吧？深圳的豪宅日光，杭州的豪宅要排队，要抽签摇号。上海的新房已经连续34个月上涨。我想咱们也有很多上海的粉丝对吧？他住在外环，我不知道他身边的房子到底有没有涨价，但是上海的新房价格是连续34个月上涨。这个我想都是拜豪宅所赐那个豪宅一天一卖的200亿，什么概念？200亿也不过是对吧？200-300户或者是300-400户，一天就日光，300-400个有钱人，他们一成交，上海的房价就要涨一涨。他那房子20多万一平米一套房子5000万，鹤岗一套房子是5万，对吧？你在上海买套房，相当于鹤岗卖1000套房，这个数据它已经明显失真了。你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讨论说房价稳住了，有什么意义？我就不知道对吧？这些专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你比如胡适8连阳，对吧？如果你要不服气，给你拉个9连阳，就问你服不服？问题是里面的散户赚钱吗？指数都失真了，你然后天天看那个指数说我们是牛市我们这个市场非常好，非常健康，有意义吗？你要对着那个8连阳，你说我们现在牛市慢牛，信心牛，现在是叫关税牛或者叫贸易牛就问你服不服？所以你要看这个对吧？这个公布的那些数字，你来分析房地产和看那个指数沪指来分析这个股市，道理是一样的，它都已经失真了。失真不等于造假，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概念。失真是说它不反映整体现象，它是反映个别的，对吧？反映有钱人那个现状。但是我们又把它当作是整体来分析，非说它跟韭菜有关系，那这个就失真了。你要把它反映成有钱人的，那是对的，对吧？上海豪宅那是34个月上涨，没毛病。所以大家搞清楚了，这个就数据失真，就比如说那个沪指失真，什么叫失真呢？对吧？它就反映成这个金融股银行股，它已经不能代表剩下的那4000多只股票了，它就失真。你不能说它指数造假，这是不对的。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分析说这个咱们楼市止跌回稳了，你只能说有钱人，对吧？豪宅止跌回稳，而且豪宅还不是止跌回稳，豪宅恐怕还是走牛市呢，甚至又过热。你看这个上海、杭州、成都这个土拍，对吧？都是高溢价成交，而且这个历史记录不停的被刷新。你这个就说明这个豪宅改善型的，它现在反而是牛市。但是这个跟韭菜有什么关系人家一套房顶韭菜30套，韭菜也就买个100多万呢。当然了，你在北京、上海恐怕也买300万、400万这种叫韭菜。你说我一出手就买1000万的，恭喜你你不是韭菜了，对吧？你是大号韭菜。就我们说的还是普通人，普通人恐怕就是省会城市也就100多万买房，北京、上海恐怕就300多万这种。你不要说300万、100万好像很轻松你韭菜挣这么多钱多难对吧？靠你一个月1-2万的工资攒这么多钱，压力多大对吧？一线城市300-400万的房子，二线城市比如省会，对吧？大概200万左右的房子，三线城市大概100万左右的，这种我认为恐怕它主流群体就是刚需，就是普通韭菜。那这些房子是什么一个状况，对吧？这个更对吧？这个牵动韭菜的心你老是说那5000万的房子怎么样，那韭菜不关心然后你用5000万的房子在涨价来带动这些韭菜的房子涨价，韭菜收入也没涨，你这房子又涨了，那不更买不起吗？这个澎湃新闻刊登一篇报道，叫信心从何而来，楼市回稳的最新迹象。它的文章很长简单点说，它就是说今年1季度中国核心城市的土拍情绪明显升温，上海、杭州成交的住宅用地分别以29%、43%平均溢价率领跑全国，北京、成都等城市的地块成交楼面价创下新高。同时，部分远郊或2、3线城市的优质地块房企主拍意愿在增加。根据澎湃新闻统计，仅在3月25日至28日4天内，上海、杭州、成都的土拍市场就接连拍出5个地王。4月16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继续上涨，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7%，领涨全国；杭州、成都环比均上涨0.5个百分点，位居其后。楼市复苏了吗？他这个文章很长实际上说的就是说这个澎湃新闻梳理了近10家房企管理层的表态，
观点普遍集中为，房地产行业经历3年半深度调整，相信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随着供求关系改善及政策持续发力，市场的信心正在恢复之中。去年以来，各地出台了多项楼市优化政策，一部分购房者觉得市场可以买了，但因为出了地王，让原本不打算买房子的人杀进来投资，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一名地产分析师说道：“这个说的恐怕还是客观情况啊，就是你靠炒这些楼王豪宅，对吧？炒的热闹，然后指望这韭菜杀进来买房，想多了啊。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因为你这个离韭菜太远了。刚才我说了，韭菜关心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对吧？你一套房子5000万，那韭菜只能是看热闹，甚至给你喝倒彩。如果上海500万的房子价格在变动，500万的房子在往下跌，或者500万的房子在往上涨，这韭菜心就动了。多数观点认为这一轮地王主要集中在核心区域热点板块，对整体市场的影响有限。当前地王叠加小阳春行情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但能否持续成交放量且价格企稳，仍需时间检验。至少在涨价预期未被证伪，即这些高溢价地块项目开盘去化兑现之前，短期市场仍将保持谨慎偏乐观的态势。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说实际上说1000到1万呢，还是韭菜收入这个不稳定，对吧？韭菜对未来的预期不是太好，你现在靠这些豪宅想拉动这个太难，它已经脱离了韭菜，脱离了基本盘，变成曲高和寡，最后变成自弹自唱，没有观众。因为这豪宅毕竟这个大号韭菜是有限的，更少，对吧？你这一茬过完了，后面还有，我认为恐怕搁到年底就差不多了。大号韭菜该买的都买了，他不可能无限制买房，那2%的人是有数的，所以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韭菜这儿来。你看怎么刺激韭菜，让韭菜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意向，对吧？拿着钱进去买房，大量的房子实际上是需要韭菜去消化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